今日請到聯邦政府註冊信託師 Jane Wu 胡雪晶喺度嘅。Jane 你好。 Hello， 好嗎各位聽眾？係咁，大家咧都應該有感覺到就係話咧，生活成本啊越嚟越高啊，負擔越嚟越重啦，咁啊債務壓力咧亦都大嘅。咁睇到話有個趨勢顯示咧，越嚟越多60歲以上嘅人士咧，原來佢哋亦都有債務嘅問題嘅。咁而且有啲咧個數額仲唔細添。咁究竟係咩情況咧 ，Jane？ 我哋個趨向見咗有過多一年噶啦。就好多時60幾歲嗰啲出邊嗰啲聽眾咧，就可能冇咩工返噶啦。咁就變咗，如果淨係收政府嗰個 pension、CPP、OAS 嗰啲咧，都係2200蚊嘅，2000蚊到係咁上下噶啦。咁就唔夠生活費嘅。咁你手上唔夠生活費咧，就個個用晒信用卡，就變咗嚟見我哋諮詢又好，就變咗個債務咧高到10幾萬、12萬啊、18萬，隨時都見到噶啦。咁就變咗 of course 搭緊嘅息，佢又供唔到個 minimum payment 就好大件事啦。所以我第一我想提下咁多個聽眾，如果你係40零歲、50歲嗰啲咧，就要諗一諗，開始要 plan 下你 retirement， 即係話做唔到嘢嘅時候有乜嘢錢喺旁身，你攞嚟做生活費。咁如果你已經係60幾歲行緊，我呢家講緊嗰個情形就有債務咧，就要盡快清咗佢啊。因為咁息搭息唔係辦法㗎，你所以變咗以前嗰啲見8萬、10萬，呢家隨時10幾萬嘅債務，係爭好遠。咁就係爭好遠。跟住咧，嗰啲年紀嗰啲聽眾咧，又分開兩個 group 嘅，一個 group 咧就有屋嘅。咁你知道，如果你喺溫哥華有屋啊，喺 BC 有間屋咧，你都有啲資產喺度嘅。咁就要第一個諗法就係要用個資產咧嚟賣咗佢，pay 翻個債務。但係重組個好處咧就係你仲有幾年住嘅，你可以住多3-4年先至賣，咁就變咗你可以 time 嗰個 sale 啊。因為呢家啲市咧唔係咁好啊，嗰啲價錢，所以你可以用重組住多幾年，跟住賣咗佢，就將嗰筆錢咧放翻落去重組 pay off 你啲債務，剩翻嗰啲咧就攞嚟做生活費，可以傍身啊嚇。咁但係我要同個個提一提就話，你哋唔好覺得要攬住間屋啊。好多時我聽到就話我又想留俾個仔啊，留俾個女㗎，我又要揾地方住啊。嗰啲係正常嘅，但係問題你依家有債務，如果你唔清咗個債務咧，個債主會 control， 即係話個債主話事，佢都係攞你間屋㗎啦。OK，所以一半嗰啲就有屋嘅，另外嗰半嚟見我咧都係60幾歲㗎啦，但係冇資產嘅，淨係得2200蚊嗰個入息嘅啫，咁就變咗好多卡數又係，所以嗰班咧都係要用法律上債務重做係最佳選擇嘅，嗰度都係要清嘅債務，所以咁多位聽眾記得有債務嘅一定要俾嘅，問題係俾幾多同埋俾咩時間，俾咩 timing 你俾，變咗需要嘅話打電話同我哋商量，睇下我俾幾個選擇你係邊個最好嘅選擇，啱你自己啦。係咁，大家點樣揾到阿 Jane 呢？中文字我哋可以打604-379-6562。604-379-6562，或者直情入我網站打我中文名，打我英文名胡雪晶，或者打 Jane Wu WOO。OK， 好啊，今日唔該晒 Jane 嘅 ，Thank you。唔該先，拜拜。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 ，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欠稅嗰筆錢終於搞掂晒，清咗筆信用卡數，我仲可以開始儲錢添。做咗債務重組，而家無債一身輕。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。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，要無債一身輕，你我都做得到。透過債務重組或破產申請，我哋已成功幫助超過10萬加拿大人。有債務問題唔好再拖啦。Jane Wu 胡雪晶幫到你。